大家好，我係易優，今日7月19號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恒指嘅走勢分析同埋未來走勢嘅預測嘅。咁啊，分析之前先回顧下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啦。咁啊，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就7月12號嚇，咁啊當時嘅分析就提到啦，咁啊恒指咧就開始一個括弧二即係行緊，唔係開始啊，行緊一個括弧二嘅大龍嘅調整嘅。咁啊，括弧二有應該係 WSY 咁樣嘅嚇，咁啊呢個浪咧就未完嘅嚇，即係由26年1月20幾號開始嚇，咁啊開始調整到而家噶啦嚇，咁啊有啲影片提到嚇，咁啊會有一個反彈，咁即係呢度 WSY 個 Y 有 ABC 咁樣嚇，咁啊亦都提到個阻力位嘅。咁即係周線嘅上升通道大25200啊！呢個講得好清楚嘅嚇，9分幾至10分鐘嘅時候講得好清楚啊！咁啊，如果即係周線入到去25200咧，咁啊括弧二就完咗。其實好清晰㗎，有啲觀眾就話我自己都亂，其實唔亂嚇，因為我都係睇突破而決定嘅咁啊，如果突破唔到，即係要收市嚇。如果周線就收市，或者2日嘅日線收都得嘅。咁啊25200嚇。如果周線收之上咧，咁係個括弧二完咗，咪開始括弧三嘅上升，括弧三嘅小浪啫嘛咁但係如果去到呢啲位25200入唔到，咁咪有機會落翻嚟嘅咁啊因為提到個波動點第日就7月16號嚇，你睇翻嚇7月16號，咁我哋睇翻就真係7月16號咧就出高位嘅冇花冇假嘅就16號係出高位嘅咁啊最高去到25220就係真係25220嘅喎咁但係收係收唔到嘅好清晰嘅。咁啊16號我 VIP 嗰度已經講清楚話要即係聽日好重要，即係17號好重要因為17號嗰日就星期五就出周線，咁啊如果入到去咧，咁即係收線收入邊咧，咁就如記咗，但係入唔到咧咁就有機會彈完嘅，即係16號彈完嘅啦咁我哋睇翻周線圖咧，就係入唔到嘅入唔到嘅咁啊曾經突破之後收入唔到嘅咁所以就好清晰嘅就絕對冇話過含糊嘅咁亦都提過12號嘅 VIP 群，唔係 VIP 群12號 YouTube 入面提到咁水星逆行未完結嘅，咁要去到20號嘅，咁亦都提到有機會係啱啱調整半年先完結因為個一浪個頂咧就係今年嘅1月20幾號嘅咁好大機會落翻去，咁要7月20幾號先完嘅咁而家就好大機會啦咁即係話仲要落翻落嚟20幾號咁會去到因為下個波動點都係24號，咁亦都可以係延遲。咁就如果延遲一日，延遲一個交易日就變咗差唔多24號、25、26、已經27號㗎咯喎咁所以就唔出奇嘅。即係如果延遲嘅咧，就變咗27號，就啱啱半年180日180日係自然日咁可以係完結個調整咁當然咧就亦都有另一個可能性嘅即係唔排除，即係如果佢穿咗個位，就當然就可能佢仲要落多啲嘅咁呢個等陣再講因為呢度亦都提到咁呢度係一個其實應該係上幾條片提到嘅。呢度周線形成一個頭肩頂嘅我上條片冇講到，但係上條再上條係有講嘅，因為穿咗之後就講咗嘅，即係喺應該係呢度呢個位置講過嘅咁話穿咗就有機會仲要落多啲嘅因為如果按量度跌幅咧係未夠嘅喎
咁所以就唔排除佢仲要穿呢個位嘅，穿22900都唔出奇。咁呢個就等陣再講啦。咁我哋睇埋16號 VIP 群啦，因為16號 VIP 群咧啱啱出個位咁但未突破嘅，咁已經話個波動頂底入會完結咧，個反彈完結咧，咁我哋再睇下個16號碼 VIP 群。咁講個下先，就 VIP 群咧，大家想加入嘅咧就可以 WhatsApp 本人嘅即係對本人以前個平台已經上唔到噶啦如果你話有啲仲係扣緊錢，你即刻停咗佢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噶啦亦都叫你大家聯絡我噶啦因為之前都有交開嗰啲，我都即係照拉翻入去 VIP 群嘅即係話佢原先交到幾多，我就俾佢睇到幾多嘅。咁但係再新嘅一期咧，新嘅月份咧，我就唔負責噶啦因為其實我都冇收到個平台嘅錢個平台仲欠緊我幾個月啫咁所以就冇辦法啦咁即係如果係想睇每日嘅影片，其實每日都有影片嘅咁星期六日都有嘅。星期六有科指國企上證嗰啲嘅咁亦都仲有每個星期有一條美股嘅同埋加密貨幣嘅，仲有期貨嘅分析嘅咁需要嘅訂閱嘅可以聯絡本人啦咁我哋睇翻16號 VIP 群啦。而家分享就係恒指啦、期指同埋啲汽車股，包括比亞迪啦、吉利啦、長城汽車、蔚來汽車同埋理想汽車嘅走勢分析。先睇下恒指啦。今日恒指咧就睇呢個期指嚟㗎恒指就今日咧就延續反彈啦咁都係預期之內㗎啦因為之前提到突破24300咧，就會試24900啦。今日突破埋先24900咯最高去到25200個25200就係嗰個25100已經係即係周線上升通道底啦啱啱到呢度但係就25100係企唔到嘅收翻少少啦即係如果25100提到如果日周線上入翻25100咧，咁有可能個括弧2完咗嘅但係而家就都未入到因為下晝就回翻啲咁暫時嚟講咧就咁支持位可唔可以上移咧24300啦中嘅時候睇到都係呢個位為主嘅24300咁呢個位又相對重要啲24300但係你想快啲嘅咧咁亦都可以嘅24700啦，如果最快呢度係個開市嘅裂口可以用呢個，因為穿咗24700就會考驗24300啦穿埋24300咁就有機會係即係穿24300基本上就係反彈完但係如果佢入咗最之後，可能會仲升一段嘅。如果佢入得到25100，分分鐘上到去25600咁樣嘅咁所以就呢個位過到呢度噶啦25600噶啦，可以去到變咗佢回落嚟就未必會就即係做市底啦，未必。如果入到去咧，咁個回落嚟咧，都會受到一定嘅支持嘅，即係起碼受翻24300嘅支持嘅。咁變咗就可能係升浪，即係開始升浪嘅小浪調整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都未確認得到，差啲如果日線仲有2日啦，兩日企穩25100啦，最好就聽日星期五啦睇下個周線圖聽日嚟出噶啦，咁睇睇就睇下聽日收咩位啦
跟住我哋再睇就係期指啦。嗱，咁喺16號 VIP 群提到啦嚇，咁即都係要25,100之上啦嚇，咁其實25,200就穩陣啲嘅嚇，預鬆咗嘅啫嚇，即係 YouTube 嗰度。咁就支持位咧就已經係上移到24,700嘅嚇，咁即係如果收穿咧就基本上就到24,300㗎啦。我哋睇翻就係啦，就第一日已經穿24,700嚇，直接即係話17號直接到24,300嚇，24,300呢個位咧亦都講得準確嘅嚇，24,300就係17號已經到咗個低位㗎啦嚇，咁有機會有小反彈先嘅，唔出奇嘅啊。咁我哋再睇下大週期嘅講法先啦嚇，咁即係因為嗰個唔同大週期咧，好難連貫嗰個思維噶嘛，咁所以都係要講翻大週期。咁從2018年1月29高位33484開始一個大型下跌浪 ABCDE 啦嚇，咁個 E 浪就完咗啦，就喺24年嘅1月20幾號嘅嚇，咁呢度形成一個高低腳嘅雙底。咁突破頸線嚇，呢個突破頸線咧就係呢支線正式突破嘅，就係25年嘅2月份先正式突破，咁就表示呢度個熊市完結嘅啦嚇，咁就好似一個反覆向上啦，咁量度升幅就未到嘅，我覺得都仲係未到嚇，即係起碼3萬之上先夠。咁而家都係一個，嗱睇翻周線圖先嚇，咁從即係24年嘅1月20幾號上到去26年嘅1月20幾號，咁呢度升咗2年嘅，咁完成一個大嘅括弧1啦，咁之後括弧2嘅調整啦嚇，咁呢度1、2、3、4、5咁樣嘅嚇，咁係符合嘅，咁呢度有一個上升通道。咁周線嘅上升通道咧，就喺呢日其實正式穿咗㗎啦嚇，就係6月中，亦都穿埋個頸線嘅，其實就係穿埋呢個頸線咁所以呢度個頭肩頂係成立嘅咁量度跌幅係可以跌到呢度嘅21,400咁所以就可以未完結嘅，即係話呢度就算穿，如果去到22,500穿埋，咁就試21,400咁樣先完成嗰個括弧2，咁都唔出奇嘅咁呢個就要睇睇到時22,500受唔受得住啦咁反彈就好大機會彈完嘅，即係呢度係一個 ABC 整個括弧2咧可以一個 WXY。個 Y 有 A、B、C 咁所以就關鍵就嗰個 YC 係去到咩位啦去到咩位咧穿咗我又會去到呢度噶啦咁所以就未完嘅個調整度未完，咁穿24,300有機會確認反彈完噶啦咁而家啱啱到，不過會唔會先有反彈咧係可以嘅。啱啱呢度，咁反彈咧會受制於24,800嘅，暫時嚟講24,800，咁除非入翻25,200嘅，因為個要25,200嘅，因為個上升中嘅個阻力25,200甚至25,300嘅，咁越遲就越高即係除非係周線上翻去入翻去25,200。如果唔係都係仲要落噶啦都係要落翻去試多次底噶啦即係幾個因素咯。第一個就係個阻力啦，未入到啦。第二就係水星逆行未完啦，水星逆行未完呢個第二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就係阻力未過到，第二個水星逆行，第三個咧就係個頭肩頂穿咗頸線。咁呢個3個都係不利因素嘅咁所以我覺得係
調整落去再落嘅機會都仲係大嘅。咁係咯，咁要等啦嚇。我覺得如果都話有深入貨嘅，咁即係兩個策略啦。第一個再落翻嚟睇下22,500受唔受得住先。如果破喺22,500咧，就要 set 止蝕㗎啦。set 好止蝕，一穿22,500係要走㗎啦，因為仲要跌到1000點嘅差唔多一穿就跌到1000點所以就唔好或者分兩步都得分兩注，咁呢度22,500一注，下邊21,000幾一注咁都可以嘅。咁你即係坊間就話熊市嚟啦，咁我就傾向就都係2號調整嘅啫咁下邊呢個22,000咧係唔錯嘅支持嘅，我覺得即係21,000幾至22,000咧係個支持係比較強嘅21,500到啦如果扣住引線應該21,500到啦應該支持係幾強咁因為呢個度係一個頭雙底嗰個頸線可以穿一穿，但係收咧就唔應該收穿21,900嘅即係可以去到21,400，但係收即係月線咧應該收翻上21,900咁呢個支持應該係決定㗎啦即係除非月線收穿21,900，咁我先至有機會覺得係熊市嘅如果守得住咧，都唔係熊市，都仲係牛市，守得住21,900，要月線周線穿咗都唔計，因為呢個月線圖咁所以就關鍵就係今個月啦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大家。